愛情心理學。4. 依附理論。上，感情要走得遠，揾個好人做伴侶。安全、焦慮、逃避、混亂，一粒一突就係天作之合。依附理論經典心理學實驗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家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點解好多時喺親密關係入面，我哋會有一個願打一個願挨，或者一個願走一個願追嘅模式，到最後大家都唔開心。今日我想介紹心理學入面一個經典理論——依附理論 （Attachment Theory）， 幫大家理解呢啲行為模式背後嘅心理狀態。你覺得自己嘅依附風格係邊一類呢？呢一集我會先講啲科普知識，幫大家了解自己喺關係入面嘅模式。第二集就講下，如果唔係最健康嘅依附風格，我哋可以做啲咩？就好似銀河修理員嗰首歌咁，期待一個人好似救世主咁救自己，係咪最健康嘅做法呢？我會分享啲實用方法。如果係第一次睇呢個頻道，歡迎訂閱同 like。咩係依附？依附 attachment 簡單嚟講，就係我哋對一個人嘅情感依靠或者情感連結。當我哋同一個人建立依附關係，無論係親情、友情定愛情，都會有幾個特徵。你嘅心理會依賴對方，對方對你好重要，同對方分離會令你感到傷痛。對方能滿足你啲心理需求，例如情侶一齊做嘅嘢可能好普通，好似食飯、睇戲，但有對方喺度就覺得唔同，唔係因為活動特別，而係你重視同對方嘅情感連結。呢個就係依附。依附理論嘅經典實驗，哈利·哈洛嘅河猴實驗。要明白依附理論，我哋睇下一個出名嘅心理學實驗——哈利·哈洛 （Harry Harlow） 嘅河猴實驗。實驗背景20世紀，心理學有個流行嘅學派叫行為主義 （Behaviorism）， 佢哋將人同動物當成一個黑盒，只睇輸入 （input） 同輸出 （output），唔理內心感受。例如，一隻狗吠你，你打佢2巴，佢唔敢再吠，行為就改咗。但呢個觀點解釋唔到情感嘅複雜性。實驗過程，哈洛想挑戰呢個想法，佢揾咗一班剛出世嘅河猴，隔離佢哋同親生媽媽，俾佢哋2個假媽媽：一、鐵絲網媽媽，用鐵絲整，有奶嘴可以飲奶；二、絨毛媽媽，用軟布整，冇奶嘴，但摸落似真媽媽。結果點樣？猴子大部分時間抱住絨毛媽媽，淨係肚餓時先去鐵絲網媽媽嗰度飲奶，飲完即刻返去絨毛媽媽。更重要嘅係，當猴子受驚時，佢哋會抱緊絨毛媽媽尋求安慰。實驗啟示呢個實驗明，依附唔淨係為咗生理需求，好似食物，更重要嘅係情感上嘅安全感同連結。行為主義話獎勵奶嘴決定行為，但猴子揀咗冇獎勵嘅絨毛媽媽，顯示情感需求比單純嘅獎懲更加重要。今日我哋講咗依附理論嘅基本概念同經典實驗，幫大家理解情感連結嘅來源。下一集我會詳細講解4種依附風格：安全型、焦慮型、逃避型同混亂型，並分享點樣改善唔健康嘅依附模式。如果你想了解自己嘅依附風格或者改善親密關係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哋下次見。